你試過喺街市見到啲魚30蚊有一條，仲要喺個水柱入面游嚟游去，好似好生猛咁。你以為執到寶，圍住擺返屋企蒸嚟食，覺得咁平又有游水魚食，真係抵到爛。如果你係咁日就真係要小心，因為你可能已經中咗招。今日我要同大家揭開一個街市入面收埋咗好耐嘅黑幕。呢啲海味嘅游水魚好大可能琴日已經死咗，甚至已經發臭，但係點解今日仲識得喺你面前游？原來背後係有一種叫做化學驗收魚嘅科技，令到死魚都可以起死回生。經驗大家一定要聽落去，因為呢啲魚食咗落肚，唔單止係浪費錢，仲會對你同你家人嘅身體造成好大嘅傷害。好多人去街市擺魚，最緊要就係見到條魚識活。你行過魚檔，見到個高盤或者玻璃水柱入面啲魚喺度摻雜，喺度擺尾，你就會覺得呢啲魚係啱啱到貨，鮮甜無比。特別係嗰啲賣30蚊一條嘅蒲魚或者烏頭，價錢平到你唔信。但係你有冇懷過？而家物價咁貴，一斤菜都要10幾20蚊，點解一條咁大嘅游水魚可以賣30蚊？係咪個老細開善堂？梗係唔係啦。呢啲魚其實係業內人講嘅官司魚，最常用嘅一種嘢叫做過碳酸氧，俗稱氧氣粉或者救命粉。呢種化學物質平時係用嚟做清潔劑或者漂白劑嘅，但係落咗入水之後，佢會迅速釋放出大量嘅氧氣。當呢條已經就快死，甚至已經死咗一陣間嘅魚，放入呢啲充滿高濃度氧氣嘅水入面，條魚嘅神經系統會受到狂烈刺激，就算佢個大腦已經停咗運作，佢嘅肌肉都會因為化學膨脹而產生智能。呢種靠諗喺我哋外行人眼入面睇，就係條魚喺度游水，其實佢唔係喺度游，佢係喺度發緊雞盲，係死前嘅最後一搏。如果你仔細觀察呢啲海味嘅30蚊游水魚，佢哋游水嘅姿勢好奇怪。正常嘅圍游水係有方向性嘅，會避開障礙物，但係呢啲淡水魚通常係喺原地打轉，或者係肚皮向上咁樣翻下，但係佢哋嘅 turn 會動得好快。呢個就係因為啲藥水刺激緊佢，好多檔主為咗掩人耳目，會喺水入面落好重嘅化學嘢，務求令條魚撐到你擺走嗰一刻。通常你一攞返到屋企，放入清水入面，條魚唔使唔變磚都會斷氣，甚至會散發出一陣怪味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呢啲黑心商販要咁做？其實道理好簡單，就係為咗利潤。喺呢個行業入面，死魚同生魚嘅價錢可以差好遠。近10嚿條死咗嘅凍魚，可能10蚊都冇人要，甚至要引入垃圾桶。但係只要加少少幾毫子成本嘅化學粉，將佢變返做游水魚，就可以賣到30蚊、40蚊。呢種生意真係1997年到而家都仲有人偷偷地做緊。雖然政府一直有監管，但係街市咁多檔，真係好難捉得晒。講返呢啲化學粉對人體嘅傷害，過碳酸鈉雖然唔係極毒，但係佢入面含有嘅殘留物質，如果長期食用，會對人體嘅腸胃造成嚴重刺激。更恐怖嘅係，有啲不法分子為咗令死魚嘅賣相更好睇，仲會加入一啲重金屬含量超標嘅防腐劑。呢啲化學物質會侵入魚肉入面，你點樣洗都洗唔走。挑為明我喺街市做咗42歲嘅老師傅，佢同我講，佢哋行內人從嚟唔會擺嗰啲平得離譜嘅游水魚。佢話如果你見到一檔魚，全場都係賣緊50蚊，得佢一檔賣30蚊，而且啲魚游得好似好香噴咁就一定要留心。老師傅仲教咗我幾招，點樣分辨真係新鮮嘅游水魚同埋冰絲魚。首先你要睇魚眼，新鮮魚嘅眼係凸出嚟嘅，而且黑白分明，好似粒黑珍珠咁。但係見之魚因為死過或者已經俾化學品浸咗好耐，佢哋嘅眼球會變得凹陷，甚至會有一層白蒙。如果你見到條魚雖然喺度游，但係對眼好似盲咗咁，千祈唔好擺。第二招係睇魚東西，新鮮魚嘅係鮮紅色嘅，充滿血色。但係如果係用藥水催生嘅死魚，個係通常會變成暗紅色，甚至係灰白色。有啲檔主會喺魚仔度摻一啲紅色嘅濕素，想瞞天過海。但係你只要用手輕輕一摸，如果手上沾到鹽色，咁就肯定係假嘢。第三招係磨魚身，新鮮魚嘅肉質係好有彈性嘅，你用手指落去，佢會即刻彈翻上嚟。但係落蒜魚嘅肉質已經開始腐爛，落去會留低一個印，好耐都唔消。而且淡絲魚嘅身上通常會有一層好厚、好黏手嘅液體，嗰啲唔係魚本身嘅薄膏黏膜，而係化學品同腐爛組織混合埋一次嘅廢物。喺香港我哋好講究先，由2000年開始，大家對食安嘅意識提高咗好多，但係偏偏就有呢啲灰色地帶，好多老人家、
可能今年已經78歲，佢哋辛苦咗一世，想受得一毫得一毫，見到30蚊頭魚就覺得好抵，擺返去俾鬆仔食，搲起都心酸，老人家一片苦心，結果竟然係餵啲化學嘢俾細路仔食，所以禍地做後輩嘅一定要提醒屋企人，除咗氧氣粉，仲有一種更毒嘅嘢，叫做馮卓蛇律匹。呢種嘢喺1990年代末期喺香港流得好大，佢本嚟係一種染料，但係因為佢有極強嘅殺菌作用，可以防止魚類受感染，所以有啲養殖場或者魚販會偷偷地用。紅石綠係致物質，人食咗之後會蓄積喺體內，好難排出。雖然而家法例嚴禁使用，但係喺一啲監管唔到位嘅地方，依然有人噴而走險。如果你見到水缸入面嘅水帶有一種唔自然嘅淡綠色或者藍色，咁就主動唔可以幫襯。咁你車約個案例，有個男人今年大約35歲，佢係一個健身教練，平時好注重飲食，最中意食清蒸魚補充蛋白質。有一排佢成日去某個街市擺平魚食，結果食咗一排之後，成日覺得肚痛，皮膚仲開始出紅疹。後嚟去睇啲酸鹼產，發現體內嘅重金屬同化學殘留超標。呢個教練先醒反起，原來嗰排食嘅魚每次蒸完之後，碟底啲魚水都有一種淡淡嘅藥水味，而且魚肉食落去好似霉霉地咁，完全冇魚味。呢個就係典型食咗化學魚嘅枉鏡。點解30蚊會成為一個指標？因為正常一條由魚廠運嚟香港嘅生猛活魚，加上運費、人工、租金成本都已經唔止呢個數。喺2026歲嘅今日，雖然我哋仲未到，但當前嘅經濟環境下，物流成本不斷上升，呢條健康嘅大魚如果賣得平過一盤菜，咁入面一定有貓膩。香港嘅街市文化好深厚，我哋中意同魚販講價，中意搭 call 廠，但係切記唔好因為貪小便宜而收身健康。大家仲要注意一點，就係嗰啲已經切開咗一份份賣嘅魚，有啲魚販醃條魚真係死到冇得救，連氧氣粉都幫唔到手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將條魚切件，用保鮮紙包住，或者做成魚柳。呢啲魚通常會放喺冰上面，睇落好似好新鮮，但其實呢啲往往係死咗好耐嘅魚，甚至係已經開始變壞嘅裝書魚殘肢。如果你擺呢啲魚肉，一定要聞下有冇陣酸味或者奇怪嘅藥水味。其實有人會問，咁如果可 taste 牌會唔會安全啲？雖然超市有監管，但係喺2022歲或者2023歲呢幾年，都有新聞報道過超市嘅海鮮出現過問題。所以最緊要都係靠自己對眼同埋個腦，唔好盲目相信任何機構，要學識自己辨別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態問題。好多香港人生活力地大，得錢艱難，所以喺擺勢方面會比較計較。呢個係好正常嘅，但係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一分錢一分貨。如果你今日用30歲嘅精力去計錢，但係就食埋啲化學魚入肚，到你60歲或者70歲嘅時候，你可能要用返晒啲錢嚟睇得先。呢條數點計都唔划算。以前嘅街市，老細同客之間係講信譽嘅，但係喺而家呢個物獲橫流嘅騷魚，有啲人為咗快錢，真係連良心都唔要。佢哋會同你講，呢條魚好生猛啊，啱啱游緊水，30蚊執走佢啦。當你吞吐呢句說話嘅時候，你腦入面要即刻響起警鐘，你要諗下，琴日死咗，點解今日仲識游？為咗增加長度同深度，我哋再深入探討下呢個功用鏈。呢啲化學魚通常係點樣由源頭去到你個口度？好多時候，呢啲魚喺長途揾魚嘅過程中，因為環哥解剖或者水質問題，已經死咗一大半。批發商為咗減少損失，會將呢啲死魚分開處理，而另一部分就遺留響一啲監管較鬆散嘅街市檔口。呢啲檔口嘅老細每日凌晨4點鐘就要去批發市場攞貨，佢哋會用極低嘅價錢收購呢啲陳貨。返到鋪頭之後，佢哋就開始化妝工程，先係洗勤淨魚身嘅鹽液，然後放入加咗化學藥水嘅水缸。呢啲水缸嘅含氧量係正常水嘅好幾倍。目的就係要令條魚產生生理黃強。呢種做法喺行內雖然係公開嘅秘密，但係冇人會主動同收費車講。我想起我細個嗰陣，大約係1985年左右，跟阿媽去街市，嗰陣時啲魚檔好老實，死魚就係死魚，會平價賣俾人做魚蛋或者茅蚧，絕唔會當生魚賣。但係隨住科技進步，呢種起死回生嘅邪術就慢慢普及咗。呢個係時代嘅進步，定係道德嘅衰落？真係值得我哋反思。如果你真係唔小心擺咗呢啲魚返屋企，點樣可以喺食之前做最後一次慘慘？你可以試下將魚肉切一手塊，放入清水入面，
如果水好快變故，或者有一陣奇怪嘅化學味散發出嚟，咁就千萬唔好食。另外，蒸熟之後嘅魚肉，如果係正常嘅魚，魚肉會係一磅磅咁樣拆得開，口感鮮嫩，但係鰤魚嘅肉會好散，或者好似插歌咁硬，而且食落去完全冇甜味，只有一觸苦薯感。我想呼喝一下各位，特別係我哋香港嘅家庭主婦同埋主夫，退遠無地係屋企人健康嘅守護者。當你喺街市行緊嘅時候，你手上拎住嘅唔係幾十蚊，而係全家人嘅健康。當你見到啲魚游得唔自然，當你見到水食有異，當你聞到藥水味，請大閘咁行開，去一間你信得過口碑好嘅魚檔。香港人好清明，但係有時就係太過追求 CP 值、性價比。我哋要記住，真正嘅性價比係建立喺安全同健康之上。如果食咗會病，咁就算係變妹俾你，都係最貴嘅。喺2024年嘅今日，中心已經好流通，我希望透過呢條片，令更多人知道呢個黑幕。如果你覺得呢啲衷心幫到你，或者你想提醒你西邊嘅親戚朋友，記得分享出去，特別係要俾嗰啲仲係每日去街市去評魚嘅長輩睇下，話俾佢哋聽，唔好再俾呢啲化學預製魚呃到。最後，我想講嘅係，雖然呢個世界有好多黑暗面，但係只要我哋每個人都精明啲，唔好貪心，呢啲黑心商販就冇生存空間。下次去街市見到琴日死咗今日識游嘅奇景，你應該知道點樣做啦。保護自己，保護家人，由每一餐飯開始。